伫咧阿里山呢，有种31种樱花，会当互民众欣赏到无共款的美景。今年阿里山的花季呢，是伫咧3月初10到4月初10，为着避免塞车，林业保育署甲公路局合作实行交通管制，各类民众坐公共运输去山顶。冬天转春天的时间是樱花开的季节，会当看到即马阿里山顶悬的樱花已经开花啊！阿里山顶悬的樱花总共有31种。林业保育署讲，目前有的品种已经开花5成，有的准备要开。逐年大家上爱看的阿里山樱王，会伫3月中左右开花。那个阿龟樱开花的程度已经到了5成，就其实非常欢迎大家过来赏樱。然后接着阿龟樱跟那个山樱花之后，我们的雾社樱跟唐石樱啊，也会在这个228连假，就是3月初的上旬，也会陆续展开。但是大家最期待的樱王染井吉野樱，会在3月的中旬跟下旬再陆续开放。阿里山今年的花季时间是伫咧3月初10至4月初10。为着避免交通塞车，林业保育署、公路局和嘉义县政府合作，伫假日和连假的期间进行交通管制，鼓励民众利用公共运输。若坐公共运输的游客，门票会当较俗，车票嘛有拍折。台18线66K 到88.2K 的这个部分是进行这个小型车，那小型车呢会停在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阿里山公路乐野服务区61K 的地方，这个游览车团客的部分呢，那我们会规划在这个台18线的29K 的部分来办理这个购票入园的这样的一个管制。另外，公路局表示，对2日开始，网络平台和超商加起来总共有10个所在拢有咧卖票，民众会当先看好车房，先买票进位。林业保育署表示，民众若是想要知影樱花开的状况，会当关注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名册、IG 也是 APP， 就会当知影。记者陈心东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